后来是台中的七期有一间网络公司涉嫌违法领钱诈骗，讲利用电脑科技、大数据，用像台湾早期标会的方式，讲投资6年至少会当赚5倍，请袂少人来投资。因为有投资人发现这个资金的运用有问题，出面来检举，结果发现公司的负责人过去就捌因为诈骗互抓去关，出狱了后继续来领钱。检警查扣伊的不动产，甲公司的户头30亿，即卖已经封收押。台中七期这间芳村造型商业大楼内底，佫有公司涉嫌违法吸收资金加诈骗。台中检警接到民众的检举，内底有一间国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的资金交易所，打造一个金融商品叫做新8年合会，类似早期台湾互助会理财方式，号称讲投资6年到8年会使赚5倍以上。讲因将标会的制度嵌入电脑的科技甲大数据，一会1万块，成为会员会自动安插到会组内底，满25个就会使开始标会啊，4回得标会使领全部标金，1个月只要再付5000块。外汇无得标，就当继续竞标。经过了解，有投资人发现，讲这资金的运用无实在。检方一个调查后，发现讲这间公司的姓陈负责人1年吸收的资金尚无30亿。诚信负责人涉嫌违反银行法、洗钱防治法等嫌疑重大，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，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。其余涉嫌人则预支20万元至3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候传。依照检方调查，姓陈的负责人有诈欺的背景，出狱了后创立国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，全台拢有分所，会员超过1000个人。国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名号，拨分机号码或拨4，由总机为你。记者打电话去这间公司1个月前，无人接。公司官网是发出声明，强调讲毋是诈骗集团，无违反银行法，更加无要求会员提供房地产，也是成立龙头公司。检警是呼吁，若是参加这间公司的投资案受到损害民众，关于甲司法也是警察机关联络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